这个好漂亮，你看它完完全全模拟这个叶子，它身上的刺脉跟叶脉都一模一样，而它的身上还有这些斑点，它叫弧斑齿茎中，也就是说它身上的这个斑就叫弧斑，它模拟的是叶子被重塑的痕迹，而它的后足这些齿是模拟了树枝的身上的刺，所以说它停的时候，它完全看不见它们。我们找一个叶子做个对比，这个的斑点就跟这个的宗师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也找到了一位高超的伪装者——叶修。这类昆虫以模拟叶片而闻名。眼前的这种是世界上最大的叶修。你看它停歇的这个姿势就很有意思。白天几乎是不可能找到叶修的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它这个姿势，它是倒挂着的，它的腹面跟叶子的背面颜色完全一样，而且它专门在它的腹面模拟了很多花纹，这个花纹正好跟这些叶子正面长的这些第一斑是一样的。那么如果把它拿下来，这个不会飞啊，这是雌性的叶修，它后翅是退化的，雄性会飞。如果把它拿下来，会发现它正面的颜色反而是淡的，这个跟一般的动物是完全相反，一般动物是背面色深，腹面色浅，但是因为它是倒挂着的，所以它要符合这个叶片的规律，所以你看它这块色浅，这块色深，所以它完全是跟这个叶子一一对应的。